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桥梁，也是表达情感和传递思想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因语言不当而引发矛盾，甚至影响人际关系的情况。中国古代智慧中，《道德经》提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句话深入揭示了语言的运用与智慧的关系，提醒我们应该谨言慎行。本文将围绕没事不要乱讲话的主题，探讨讲话的3大目的，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沟通者。1、语言的力量与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工具，它可以传递善意，鼓舞士气，也可能因不当使用而造成伤害。语言的力量往往被低估，而随意发言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道德经》中提到，人不贵在牙尖嘴利，而贵在耳聪目明。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喋喋不休地表现自己，而在于懂得倾听与观察。语言的使用需要平衡和智慧。如果我们随意发表言论，不仅容易冒犯他人，也可能让人感觉我们缺乏深思熟虑。因此，谨慎使用语言，避免无谓的争论与伤害，是提升沟通品质的重要一环。2、讲话的3大目的。根据主题内容，讲话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我们可以将语言的使用划分为3个主要目标： 1、让人高兴，传递善意与愉悦心。语言可以是增进人际关系的桥梁。当我们的话语能带给别人愉快的感受时，就能在无形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例如，适时的赞美或肯定，不仅能让对方感受到尊重，还能营造和谐的氛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传递愉悦的语言应该是真诚的，而非刻意的逢迎或奉承，否则只会适得其反。2、传递价值，启发他人行动。真正有价值的语言应该能激励他人，让对方从中获得启发或力量。例如，在工作场合中，一句充满建设性的建议能够帮助同事更好地完成任务。在日常生活中，分享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可能改变他人对生活的态度。当我们的言语能够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时，便真正体现了语言的价值。3、创造收益，让语言变现。在某些情境中，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为我们带来实际的收益。例如，职场中的演讲、商业谈判，或是内容创作者通过文字和声音获得报酬。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语言应该更具有目标性和专业性，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价值。如果我们的言语无法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的，那么就应该审视自己是否需要说话。正如主题中提到的，留口气暖暖肚子，保持沉默有时反而更有益。3、如何做到谨言慎行。1、避免多言，话多必失。智者语迟，愚者话多。这句话点出了语言与智慧的关系。说话过多，不仅容易让人感到厌烦，也可能无意中透露过多的私人信息，或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语言，避免不必要的发言。2、守住内心，独处守心。在独处时，我们应该注重自我反思，而非沉迷于无意义的言语中。语言是一种外在的表达，而内心的稳定与清明才是智慧的根基。通过内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能在与人交流时表现得更加成熟。3、提升倾听能力，群处守嘴。在与人交往中，倾听往往比说话更重要。懂得倾听，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需求，也能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当我们懂得用心倾听，而非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往往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4、案例分析，语言的智慧应用。1、古人智慧的启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谨言慎行的故事。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以审慎的语言策略著称。他不仅善于用语言说服他人，还能在危急关头以三言两语化解危机。这种语言的智慧来自于深思熟虑和对局势的敏锐洞察。2、现代沟通中的应用。在现代职场中，沟通技巧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往往懂得如何在会议中以简洁而有力的语言传递信息，避免冗长的说辞影响效率。同时，他们也会在与下属交流时，通过倾听与共情建立良好的团队关系。5、结语，以智慧指导语言的使用。语言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可以成就人际关系与个人价值，用得不好则可能引发矛盾与损害。道德经中的智慧提醒我们，谨言慎行不仅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讲话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并以真诚与价值为基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语，让每一句话都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便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沟通者，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多的价值与幸福。